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开始一礼拜出访的行程，要访问欧洲甲美国，拢总5个国家。头一站去法国甲马克宏见面，这2个领袖拢反对中国肖想改变台海现状。韩国朝鲜日报根据调查，南韩65岁以上的老人有4成还未退休，那日本是25%。不过美国敢若无够2成的老人咧食头路，显示东亚国家高龄劳动的状况真普遍。英国《Times》报道，英国的公共医疗体系资源无够，看急诊的病人等无病床。英国政府预告要投入5000万英镑，伫病院的停车场起封窗，解决急诊室病床无够的问题。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经过15轮的投票，共和党的众议员麦卡锡终身选调众议院的议长。就任第一天虽通过未来2年的议事新规定，只需要1个众议员就会当提出罢免议长的动议。不过政府若想要加扣税、增加支出，就受到严格限制。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媒体亚康总统拜登伫宾州的智库办公室，后发现伊做副总统时的机密文件。司法部当咧审查内容。那前总统 Trump 正伫处理藏机密文件引起争议。Trump 就要求 FBI 爱搜查拜登。环境爱关心，带大家来看臭氧层是地球防止紫外线过量真重要的防护层。若准高度上低，会增加咱人类着皮肤癌的几率，甚至会造成农作物损失。咱看到倒手边的图，蓝色甲橘仔色就是臭氧的高度较低部分，也就是咱常常咧讲的臭氧层破坑。这个坑为1980年代开始就愈来愈大，西元2000年来到上严重的程度。为着要阻止臭氧层破坑是愈来愈严重，联合国伫1987年签订蒙特吕的议定书，限制对臭氧层有害的化学物质排放。经过36年以后，总算是有成果啊！为对2022年这张图，就会当看到南极洲顶悬的臭氧层已经豆豆咧恢复。根据联合国报告，若是照即摆的进度，北极可能会伫2045年恢复到1980年代标准。破坑上严重的南极洲，有可能伫2066年会恢复。联合国发布上新报告指出，地球臭氧层破坑咧稳定研究当中，但用目前的速度继续下降，北极有希望伫西元2045年回归到1980年代标准。破坑上严重的南极洲顶悬，也有可能伫西元2066年为上大2990万平方公里，减少到1980年的500万平方公里。In a new report, a UN-backed scientific panel confirmed that the phase-out of nearly 99% of banned ozone-depleting substances has succeeded in safeguarding the ozone layer, leading to a notable recovery of the ozone layer in the upper stratosphere and decreased human exposure to harmful ultraviolet rays from the sun. 臭氧层是地球防止紫外线照过头的重要防护层，破坑会增加人类得到皮肤癌倍率上，甚至农作物受损的几率。科学家1985年发现地球的臭氧层浓度为1970年代开始减少，原因是人类为冷气当中排放有害物质，加大气当中的臭氧作用造成。联合国1987年伫加拿大制定蒙特罗议定书。限制氟氯碳化物甲溴化物的排放，到即卖已经超过99%的有害物质成功禁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指出，臭氧层破坑变性每年会予200万人未去得到皮肤癌，也强调部分科学家想要透过病毒层去加组织气候工程，将碳酸钙这粉喷到病毒层，希望让日头变热，也毋过反正都造成伤害。为工业革命以来，地球平均温度已经升高1.2度，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同时造成温室效应。自然期刊伫2021年研究显示，若无蒙特罗议定书，地球温度会另外高升高1度。那地球温度升高1.5度以上，会造成更较严重气候危机，包含极端酷寒、森林野火、大水、甲粮食欠缺这情形，会阁常常出现。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英国哈利王子的新册上市，有一寡民众伫开卖进前就去册店等，某店家专甲 M 后开店，配合开卖时间。哈利接受专访，
讲家己甲事实写出来保护因翁仔某。就记者问伊讲，遮尔不满王室是安怎毋归去离开呢？哈利煞阁讲家己做袂到。根据上新的民调，英国有64%的民众对哈利的评价拢无好。册店还未开门，就有数十位民众伫店门外守候，就急要伫第一时间买英国哈利王子新发行的自传《地位》。I want to be able to paint the picture myself, see it for myself, and then be able to say, okay, yes, maybe things have changed, or maybe the person has matured. I want to hear his story in his words because at this point I feel like the British media are radicalising the British public against Prince Harry. 比会伫英国时间找10分钟发行，部分册店为了准备开始卖，也将开门的时间延后到半暝。这本册就是进前就一直有争议，包括哈利伫册中描写威廉王子捌对伊动下动手，形容卡米拉王后是小人，伊对王室的真侪不满拢全写出来。There are going to be people say, why don't they either be in or get out? Because if you get out, there's no hypocrisy. I can't ever get out. And I'm incredibly aware of my position, and I'm incredibly grateful for the life that I've had and continue to live. But there's no version of me ever be able to get out of this. 不过哈利强调，写作真相毋是要出卖家人，而是靠一寡内部趁钱，伊是想要填补关系，也是保护伊甲梅根。伊也伫册中承认，少年时阵食毒，佮讲伫阿富汗服役期间，捌杀害25个人。家己爆出的内幕，互伊在同袍拢感觉反感。英国上新的一项民调显示，64%的人即马对哈利的观感无好，这是伊有史以来评价上差一摆。公司新闻新闻连编译。来看马来西亚的名星杨紫琼，去年伫阿母的桃园宇宙这出电影的表演，互民众拢真热闹，引起讨论。即马也得到第94届国家评论奖的肯定。册被颁奖典礼，伊嘛摕到最佳女主角奖，是45年以来头一位摕到这个奖的亚洲女演员，创下纪录。因为国家评论协会奖是外界认为讲，敢会当摕到奥斯卡奖的重要指标，所以嘛引起关注。另外，《时代》杂志嘛甲杨紫琼选做2022年度人物，因为杨紫琼嘛因为这出电影入选第80届的金球奖。台湾时间明仔载11点的颁奖，民众拢真期待会当有好消息。伫曼哈顿45家5000级大饭店举行的国家评论协会奖颁奖典礼，虽然无电视转播，不过长红影星出席的热情一点都无减少。今年颁奖典礼第7届由电视主持人威利盖斯特担任，甲其他典礼现场开奖无同的是，国家评论协会奖是提早公布得奖名单，再个由得奖者合作的人也是朋友伫台顶做峰会介绍。今年的最佳女主角奖由主演《妈的多重宇宙》的马来西亚花艺真出名的明星杨紫琼得到，创下45年来亚洲女演员的新纪录。I am the first Asian actress in the 45 years of the National Board of Review to receive this award. So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but I think it means so much more to everyone that looks like me, because I believe this is a watershed moment, and let's break that goddamn glass ceiling and shatter it to bits. 杨紫琼也以这出作品入围本届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女主角，是不是得奖，70就会知影。Good luck at the Globes. Are you excited? Of course. 最佳男主角奖由伊尼瑟琳的女妖的克林法罗得到，最佳影片是《捍卫战士独行侠》，最佳导演颁予好莱坞的大导演史蒂芬史匹柏。伊去年出的半自传电影《法贝尔曼》，虽然全球票房仅1580万美金，不过真受各界娱乐。国家评论协会奖也互人当作是奥斯卡奖的预测之一。虽然影坛大代志除了金球奖以外，也有11个美国演员工会奖入围名单，奥斯卡奖的投票程序也会为12开始进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美国维吉尼亚州有一个6岁读国校1年的学生，顶礼拜5伫教室开枪弹老师，警方调查发现一个囡仔摕因老母的枪。目前，这个查某囡仔互拘留，那着枪的查某老师，伫着枪的第一时间是先甲教室内底学生拢疏开了后，才发救人。警方讹了伊是英雄。美国阁发生校园枪击案，
学校老师甲民众8日举办浙江暗会，为受当伤目前情况稳定的25岁查某老师祈福。和外界惊吓是开枪的嫌犯，竟然是这小下1年的6岁查甫囡仔。这个事件发生在维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一间小学。警方调查发现，这名查甫囡仔顶礼拜5早母亲合法出庭的前到学校，在上课时阵提出来耍，和查甫老师阻止，准备没收。2个人发生争执，结果查甫囡仔都向老师开一枪。Mrs. Zwerner was providing class instruction. The 6-year-old child displayed a firearm, pointed it at her, and fired 1 round. There was no physical struggle or fight. She was providing instruction to her class. 这件枪击造成查某老师的手甲胸坎受伤，目有生命危险。不过，伊有完成将教室内的学生紧急疏散，最后才离开教室获救。警方误认伊是英雄，那惹祸查甫囡仔也随即放拘留。Child became a little combative, actually struck the school employee that was restraining him, and officers then took control of him and escorted him out of the building. 家长伫知影发生这个事件时烦恼佮受气，认为枪击犯人是上大的问题。Why is it so bad? Why is there a 7-year-old with a bloody gun? Come on, think about it. Let's do something. 目前，查甫囡仔当地病院接受评估，根据维吉尼亚州的法律，未成年人无具备法律意义的犯罪意识，会当讲无可能将查甫囡仔定罪，未来可能交予少年法庭保护管束。警方也当咧搜集更较侪证据甲证词，希望进一步厘清真相。那案发的小学为了要互拍到囝学生安大证词，自这礼拜起停课1礼拜。公司新闻站回并编译。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隆重开4天投票15轮，票数总算是过半选调议长。不过，伊为着要坐这个位，伊嘛答应党内无支持伊的人让步。8日就通过议事的新法案，未来只要一个众议员提案，就会当启动罢免议长的程序。代表麦卡锡议长的权力和缩案，议长这个位坐袂在。The Honorable Kevin McCarthy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having received a majority of the votes cast, is duly elected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麦卡锡竞选众议议长无真顺利，经过4天15轮投票，到尾妥协让步，才得到共和党内极右派支持，如愿即将议事主席。伊到底做多一关让步，为8日众议伫共和党籍议员推萨的以220票比213票通过的议事规则包括法案都看得出来。新规定包括只要一个众议员就会当提案罢免议长，另外包括预算方面的审查，嘛限缩议长的协商权限，恐惊会造成甲拜登政府冲突的机会。And I'm delighted to be talking about a rules package crafted by that Republican majority, and that reflects what I think is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is House to ensure that the people can be represented by their representatives. That's the point. 共和党极右派讲，议事规则包括法案透明开放，无虾米秘密协商，也是按盘交易。不过，民主党人并无认同所讲的改革。Don't come to the floor and talk about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and a new day. This is backroom politics.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Secret deals that no one's going to know anything about until it's too late. 共和党虽然摕到众议主导权，不过敢若比民主党加10席，造成极右派变作共和党内关键州数。这无简单坐起的议长宝座的麦卡锡，未来安怎领导一个分裂的国会，挑战才拄开始。特地做的是对于中国强硬的麦卡锡上任了后，声明讲中共是美国上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会成立跨党派的中国问题专责委员会，在经济竞争方面打败中国。同时也要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要追究中共的责任。另外，总麦卡锡实现当选前的承诺，要以国会议长的身份访问台湾，一定会为美中台关系创下变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英国伫初九进行因历来头一届的太空发射任务，一台改装过的波音747飞行机在火箭伫英国西南部上太空，准备要甲9粒卫星送去太空轨道。不过发射点外钟过的火箭并无照计划到轨道，目前搁咧调查原因。在9秒小卫星发射者1号火箭由一架改装的波音747-18型飞行机载列，初九半暝伫英国西南边康瓦尔的鸟机跑道升空，现场阁响起欢呼的声音。
原本安放伫个大西洋顶悬8点钟，伫10870公尺的天顶发射卫星，暗过后来出状况。Appears that Launcher One has suffered an anomaly, which will prevent us from making orbit for this mission. 任务团队指出，火箭伫第二阶段试时阵还算顺利，暗过要点到引进的时阵煞出问题，这要搁等后续数据甲资讯分析。目前知火箭已经落落土骹，测速器发动机也登基地。这是英国第一摆伫本土执行发射任务。一般的太空任务是用直直发射，英国这摆计划是用机动性相对较悬的水平发射方式，计划将9粒小型卫星送到基地轨道进行军事情报、商用甲气候等资讯收集。这项任务由英国太空总署、英国皇家空军、威登轨道公司甲康瓦尔市府共同合作，希望应付英国赢家组有能力发射卫星国家当中。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奥地利的中部阿德蒙特修道院的图书馆，是世界上上大的修道院图书馆。建筑物的本身就亲像一个艺术品。最近因为有社群媒体宣传，这个所在就变甲真出名，写真侪游客来行打。1776年起的阿德蒙特修道院图书馆，巴洛克式的建筑，让人感受到知性甲宗教的神圣庄严。注定圆形大片的壁画，是为启蒙运动时代，展示人类科学甲美术的进步演化。也个以天主教死的最后现象——死亡最终审判、天堂甲地狱做对在洛可可式的雕刻。收藏的主也是全世界修道院图书馆上多。这个伫奥地利中部几落百年的本土化修道院，最近用网络推广了，大家更加知影。Wir haben die Bibliothek, Videos der Bibliothek, aber auch Fotos auf diversen Reiseplattformen und auf Kulturplattformen gepostet, geteilt, hatten viel mit Influencern zu tun und haben uns bewusst dazu entschlossen, die Bibliothek als das Highlight des 阿德蒙特修道院有2位会晓网络行销的修士，伫咧线顶宣传。去年休热1个月就来15000人次参观，强迫无法度负担。不过也是正欢迎游客来参观翕相。宣传正成功，和阿德蒙特修道院摕到奥地利政府的特殊成就奖，也接到真侪使用场地申请。除了研究人员甲历史学家以外，自时尚宣传到流行文化美学拢有。严格员工会严格把关使用的目的，甲修道院的宗旨袂用差伤多。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